先生根了，那再发芽。先生根，一根长6根哦，生根大概生1个月了，生根生1个月左右才上面才冒芽出来，这已经好多天了。要先把那个皮先撑起来。你看这种子好的哦，还可以长得好。那这个种子不好了啊，哎呀，根有了久了就变黑了，变坏掉了呢。你看枯掉了，天气太热，可能那个水有消失了，所以水要检查，要补充水，也要加水进去了。它那新的根靠新的根维持生命了。这一棵靠新的根维持生命，新的根是白黄的，然后老的根要变黑色了，你看会枯萎，水会下降啊。你看光碟片啊，新的可以这么漂亮啊，可能这个是有泡过水啊，可能是泡过水，要晒太阳，没有用套子保护着。所以要保护啊，修行就是要保护啊。